冷静，主公。主公，可是与邹氏有何误会？误会？为何到现在都没有看普星寺缘起？主公，三思啊！此事我不再与你计较，但现在动画番剧《普星寺缘起》播出了，总该看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自不必说，老夫早已追番了。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，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，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，冥冥中种下了坚强。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天行、秦泽，你们这是？主公，我们得了神通。什么神通？只听万物，快若闪电。天行一天能用3次，我可以用5息，只不过每次用完都累得脱力，需要休息片刻才能再用。这次营救本想趁其不备，没想到王毅他……汝南元氏虽然不敢说与王家分庭抗礼，也是汝南数1数2的氏族，如今却沦落到要被羞辱至此而不得反抗。玄才浩根本不配称举元氏。主公放心，待我恢复一下，便和天行掉头回去，让他们血债。秦泽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你我异能尚未精纯，如今还是应当与邹氏会合，从长计议。邹氏可是一位阴阳家。正是，主公怎知？带我去见他。邹氏，我们回来了。邹氏，果然是你。老夫见过袁家女主公。快放开主公！主公，可是与邹氏有何误会？误会？我哥便是他害死的。且听老夫解释。主公，不妨听他解释。你哥哥彩然百般央求老夫，让老夫赐予神通，只是那时获取神通之法尚未精纯，使他执意冒险。我亦知你兄妹情深，若怪老夫，动手便是。主公，三思啊！主公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家兄之死，我不再与你计较，但你也要给我一能之力。
主公竟如此关心我。这次多谢你救我，否则我新阳元氏已成为一个笑话。主公，这是我应当做的。莫玄姐，这就是去天机城的路。捷径。啊？利用天堑造此险桥，墨家机关果真精妙。唉，墨玄姐姐何故叹气？还是先进城吧。墨家兼爱，男女老少皆为平等，不分厚薄亲疏，那不是挺好的？我可否拜入墨家？墨家善守，不单单是守城，还得守规守矩，守身守心，还兼爱。找个男人弹个琴都不能厚此薄彼，小姑娘佳佳可得想清楚了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大师姐回来了。哎，这儿便是我墨家天机城。我终于找到办法了。宗师，你找到了？当然，我阴阳家最讲究阴阳五行平衡之道。只要我利用手无之瞳，便能引入肝心。手无之瞳？不止如此，需秘法炼制的火瞳之精与星石融合，才有这奇效。火瞳之精上哪儿学啊？墨家。不错，正是墨家。明日我们便去天机城。怕是也没那么好进去啊。此处离若尔坠崖之处不远，要走了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若儿，只能为你立下衣冠冢了。但从这里，便能看见每年部落丰收季之时，10里8乡的人们狂欢的景象。若儿跟我说过，他一直想和你一起参加丰收季，只是如今……走吧，前往天机城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墨家机关城的正门了。此城建于山中，除了此处正门和只有墨家弟子才知道的2道奇门，再无旁路可及，可谓易守难攻。来人止步，报上名来。新阳元氏前来拜访。新阳元氏，不曾听闻。且不知老夫邹阳的名字，小哥可否听过？原来是阴阳家宗师，失敬。
只是城主不在，还请改日再来。老夫愿在城中等候。这，放下吊桥。是。这便是墨家机关，果真巧妙。走吧。既然你们放下了吊桥，为何还不开门？邹师有所不知，我墨家天机城的正门有18道机关阵，闯得过便奉为上宾。自天机城建成起，能通过的外人寥寥无几。老夫想试试。大师，你不妨先过过眼，再说大话。阴阳尊天道，墨家守规矩。老夫若是不能闯过这机关道，是生是死，不怪不怨。师弟，总归也是宗师，不能有了闪失。你且就开3道机关吧。是。你们，邹师，请留步，就由我们带你走一遭吧。不必，护好你们主公即可。再造之，莫齿难忘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这机关阵就由我们来闯。师兄，他们闯过第1关了。什么？师兄，他们第2关也闯过了。快去通知墨玄师姐。哦，还有去演武场喊天机师兄。新阳元氏门下，求见墨门巨子。咱们墨家的巨子，自然也有巨子的威仪。到时候记得先声夺人。啊，想必你又要问我，怎么才能先声夺人？比如，是何妖人胆敢擅闯我天机城？声音威严，浑厚，人未到，声先到，这就叫先声夺人。哎，你在这候着，我先出去。这女人是巨子，这也太年轻了吧！竟是他二人！请巨子。
适合妖人，擅闯我天际。天行哥哥，阵风雨着分妆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贴衣苍苍，冷血暗光喷张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注歌影红妆，想洒下月光。宁愿尘缘散尽的彷徨，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是假的荣光，是以为所是担当。爱与情何以问，生死何以谈？为寄情愿长存，每不再待重生。愿逐歌诉红妆，把酒当月光。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，舍身奔赴远望。不计虚幻